好了，我输了，但是我也赢了。今天是我们试图摄影 PK 最后一期，粉丝给我们定的主题是人生照片。我谢谢我认识我。我和森林分头创作2组人生照片，大家来评判。前4次比赛我们2胜2负打平手。我谢谢我要搞大姐。比赛开始。对，我理解人生照片就是，如果我的人生是部相册，那我会放到相册里照片就是人生照片，比如说一些特别好看的照片，或者一些很多第一次，或者一些和家人的合照，或者一些特殊的荣誉等等等等，但是都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得看机遇。所以说我今天能做到就是，我希望能找到一些没有拍过写真的人，我给他拍人生第一组照片。你讲个好好学高手。别让我也记住别人的幸福这张恋爱小熊猫不上吗？我把那些荒诞搞光也没留下什么照片嘛，只有男常和我谢年糕，我是白叫。